黄伟霆指出，台南市过去的车祸案件，真侪拢是无证驾驶，也者是经验不足。这个场地会当互民众伫考驾照进前多加练习，提升经验。这也是开发第一座练习场，免费提供互民众使用。不仅会当练车，更会当兼顾停车场的功能。未来市府嘛会陆续建置类似的场域。我们台南市过去的这个车辆肇事率还蛮高的，很多都是因为它是无照驾驶的。但是我们这次提供给年轻朋友还有这个好朋友要考驾照之前能够有这个练习的机会啊，这个是免费的哦，欢迎大家可以来盐水应用，而且这个是听说是西北的第一场，那我们未来呢会陆陆续续来建置一些这个空间，让民众可以停车，也可以练习机车。区长陈文琪表示，透过市府长期支持补助经费，互公所会当逐步改善下来侪处停车场，并增设汽车充电桩、U-Bike 站以及改善人行步道，互游客甲居民会当有更加安全的行路空间，以及更加侪交通的选择。这次增设大兴营区首座机车练习场，做好广大新手机车族，欢迎大家来这练车的时阵，嘛会当探访咸水之水。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